民众党要提名中国配偶齐春英来做无分区的立委哦，伊的中国身份争议继续在炭烧。国安局长蔡明安早起就表示讲，若属中国配偶进行统战的活动，有接受中国的倒三工哦，有证据得来查办。 中华两化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秘书长齐春英因为传出列入民众党不分区名单，引起讨论。齐春英初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伫中国已经无身份，无需要遵守中国法律，只是对陆配担任立委，敢有国安纪律。国安局长蔡明安表示，有统战证据得发办。 只要有接受对岸的指示或相关的资金的挹注，在台湾发展组织的这些违异常的行为，我们都会予以关注，也会收集相关的资讯。那只要有具体的证据的话，我们就会移送到司法机关来立案的侦办。对于齐春英敢是共产党员，蔡明安表示，涉及证据无方便评论个案，只是即马齐春英各有新争议。 一名过来台湾真侪年，需要登记西游记的陆配刘小姐指出，2021年公安退休的父亲为着拆散翁仔某2个人，诈骗善款，透过管道找齐春英协助。等到中国了后，父亲煞叫刘小姐捌伫新疆病院3个月，真无简单走回台湾，认为齐春英帮助做歹代志，无责任地位。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配坐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说自己帮助了多少陆配吗？我们这么辛苦帮他回去，我们这样的做好事，没有分文的图报酬，这样子在忙他这个事情，他这个老公应该是被利用了。齐春英反驳亚料内容并不是事实，只是提供安慰协助，并无熟悉刘小姐的父亲。伊更加认为。 刘小姐的翁婿是遭到利用，才会伫这个时阵提出攻击伊。若阁继续抹黑，将会提告意图使人无当选。记者综合报道。